我一向認識嘅濕疹咧，多數都係會出現喺小朋友嘅身上啊。咁但係原來唔係嘅喎，好多時成年人咧都會有濕疹嘅出現嘅喎。咁到底點解有呢種現象咧？咁啊，今日好高興請到註冊中醫師楊明霞女醫師上嚟同我哋傾下偈嘅。Hello，Jenny 你好。你好，蒲生。係啦，咁其實就即係要逐樣問啦嚇。咁其實何謂濕疹咧？乜嘢係濕疹啊？濕疹咧，泛稱咧係叫異位性嘅皮炎，佢本身咧係一隻免疫性嘅疾病嚟嘅。咁咧，佢主要係同遺傳有關嘅。咁其實點解濕疹咧會喺小朋友嘅身上出現比較多啲咧？如果咧你見到小朋友有濕疹咧，一般係嬰兒期大約第二週度啦。即係出世之後第2個禮拜度。係啦，咁佢就會比較多濕疹嘅情況出現。咁到大概佢哋係歲幾嘅時候咧，佢會有啲典型嘅濕疹嘅病症出現，即係例如喺嗰個皮膚嗰度咧會有啲泛紅啊、紅腫熱痛，突然之間咧會覺得好痕嘅，係劇烈嘅痕癢咁樣嘅。咁如果係好嚴重嘅話咧，會有啲鱗屑狀嘅個病出現，因為佢係好乾啊，咁所以會甩皮啦，會流膿啦，會有水泡等等嘅現象出現。咁你呢個係小朋友嘅成因啦嚇，有濕疹嘅成因。咁成年人咧，大人朋友咧？大人咧其實主要咧係同個情緒有關嘅。細路仔咧通常因為先天嘅體質啦有問題，咁同埋佢哋通常中意食啲甜嘢啊、凍嘅嘢啊、油膩嘅嘢咧，佢會令到脾胃損傷。因為咧我哋講嘅免疫功能如果有問題咧，其實係同我哋嘅脾胃弱有關嘅。咁成年人咧就係主要係因為肝膽經咧有鬱熱或者鬱火，咁令到咧個免疫功能低。即係其實係嗰個心理狀態或者呢排悶悶不樂啊，好唔開心就會形成咁樣㗎啦。會突然之間會誘發出嚟嘅。咁我想問下啦，咁到底小朋友嘅濕疹同大人濕疹咧，咁你哋嘅治療係咪唔同嘅咧？我哋嘅治療咧主要係辨證論治為主嘅，都係睇翻個人嘅體質啦，同埋嗰個嚴重程度。一般咧濕疹裡面咧分開3期嘅，一個係急性期，一個係亞急性期，一個係慢性期。急性期咧就好似我頭先講嘅症狀咁樣，咁佢會係好痕啦、好紅啦，咁嗰段時間咧係一定要清熱止痕為主，以治標為主，因為嗰個人已經好辛苦㗎啦。咁再兼顧一啲治本嘅一啲即係中藥。咁再嚟嘅咧就係如果慢性期嘅話咧，嗰啲人咧個皮膚會有一啲深厚性嘅表現，會厚咗一笪嘅，咁同埋咧嗰個皮損嘅面咧會比較肉酸一啲。咁呢段時間咧就要固本培元為主，主要咧就針對脾同埋腎嗰兩方面。咁有啲朋友咧可能就話即係我個小朋友咧走去有濕疹就走去睇醫生啦，咁嗰支藥膏咧咁其實我都用得㗎喎，即係諗住可以一個小朋友睇咁嗰支藥膏都係醫濕疹啫嘛，咁其實會唔會唔係咁好嘅咧？以我所知咧，大部分咧可以開得到嗰啲藥膏咧，都係一啲激素類嘅藥膏嚟嘅。所謂你可以用得咧，其實激素咧一般係抑壓咗你嘅免疫力，等佢唔好發出嚟，即係個症狀唔好發出嚟，但係佢根本性嘅問題仲未改善咗。咁因為咧濕疹本身咧個皮膚就係我哋個角質層嗰度咧，佢嗰個細胞個黏合劑同埋嗰個神經嗰個源咧，係相對嚟講咧係開始低落，咁令到咧個皮脂膜唔夠濕潤啦，會令到佢個人好乾，因為乾得滯咧，咁所以咧就會紅，跟住紅得耐咧就會發熱啊、痕啊嗰啲現象都會出現。明白。咁我見到今日咧，你係帶咗有一個針灸嘅用具道具上嚟啦，亦都打公仔。咁其實針灸可唔可以幫助到濕疹嘅朋友咧？針灸絕對可以幫到濕疹嘅朋友。咁針灸咧一般咧就係針對翻個人咧嗰個體質啦。咁通常我哋取經咧就係以脾經同埋胃經為主嘅。咁另外咧就配以一啲外敷嗰啲藥，咁係外洗嘅，咁令到嗰個人咧可以止痕，再加上內服，因為咧身體咧其實係可以令到咧個皮膚有一啲變異嘅情況出現嘅。皮膚咧等於好似身體嘅窗口，咁你當體質改善咗啦，咁皮膚就會改善嘅。咁有啲朋友咧，成年人朋友啦，咁佢哋嗰個濕疹嘅範圍咧比較廣啲，可能有手腳腳啊咁嘅身啊咁樣。咁其實我哋喺針灸嘅過程裏邊咧，有啲咩需要注意嘅咧？嗱，如果針灸過程裡面咧，我哋通常會避開嗰啲皮損位，咁主要咧係針翻咧我哋所要調理嘅穴位。例如足三里啊、三陰交啊、陰陵泉啊、太溪等等呢啲穴位嘅。咁另外咧就係頭先講過啦，佢主要係因為角質層嘅水分唔夠，咁同埋咧皮膚上面嘅脂膜少咗。
咁所以咧，我哋咧係要令到咧佢保濕嘅。咁如果淨係搽水分嗰啲 cream 係唔夠嘅，佢仲要加少少油分嘅嘢，先至可以咧確保佢啲水分唔流失，唔會有痕嗰啲情況出現。明白晒。今日唔該晒 Jenny 啊。咁即係成年人朋友，如果你哋想咧冇濕疹或者生活得開心啲嘅話咧，最緊要就係最重要都係你哋自己嘅心理狀態啊。唔該晒 Jenny。唔該，好長。